一位神，他不但有权柄审判一切的罪恶，那他也体贴慈悲我们的软弱，那更用他温柔的双手安慰着许多受伤的灵魂，甚至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孽。所以我们要更坚定的宣告：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。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有一位神，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是在施加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。神。